台语电视剧若是一个人开播了后，创造袂少的话题。除了这个拍戏的风格真有路之外，新生代演员的演技嘛引发讨论。你确定要一个人去旅行？机票甲饭店拢订好啊，袂当后悔。一个人生活到底是好也是唔好？台语上新电视剧若是一个人4月19号开始播出。导演杜正哲讲，伊会拍这出戏，主要是看到国际高端顶级表。女主角方嘉莹失恋了后，一个人生活，一个人食饭，到一个人旅行。虽然伊是讲一个人真好，但是心内底嘛是足希望有一个伴。一段感情一定会受伤，嘛结束的一天，所以感觉一个人。新生代演员宋博伟、孙可芳、林子宏、陈璇，而这出戏气氛真重，讲台语足认同，完全无青涩的感觉。龙少华查囝陈璇演了真好，足侪观众朋友拢讲伊演的足自然呢。但这孩子他就给我往里面去了，所以他每一个都给我来真的，所以导致那个戏其实看似好像有一点喜剧的表演方法，但整个都是走心的。另外，阁有实力资深的演员，亲像陈雅兰、龙少华，而这出戏拢有演出。全新的台语剧，若是一个人，已经引起足侪人的讨论。